咱观众朋友都讲过，这继续收听起价国际，嚟咗禮拜新聞幕後，同大家強下嚟關心嘅係經濟問題。對節目地圖非常難得為大家繞場到，你嘅老朋友係中華經濟研究院嘅吳仲樹吳院長，院長你好。主持人各位鄉親大家好。非常感謝院長按摩和請時間來為你訪問吼。你兩禮拜談兩個主題，可能多少啦，你台灣自家都有關係。第一站先看到是美國啦，佢哋兩禮拜係因為你講，川普總統上任滿1年嘅，佢都滿1年時做一隻動態嘅宣佈，其實啦佢傾先時講嘅是講 American First， 美國優先有關係。佢透過佢哋嘅用作貿易代表書，佢哋表示講3號嘅3年，有到進口嘅像13機啦，你頭能鋼鐵嘅產品，會打當重嘅稅，最重嘅甚至會到50%。3號嘅4年可能會一啲啲來講大。呢一件事情我哋先請教院長，影響有幾大啊？對馬莎對哪條國家會有影響？川普總統呢，伊真係對攝像機啦，太陽能相關的產品有課稅影響最大呢，體層面來講啊，係韓國同中國大陸，因為韓國呢出口到美國的攝像機呢佔咗嘛大比重，太陽能同電池啊，中國大陸清台，今年嘛唔會少，因為2016年啦，今年台灣的太陽能電池輸去美國佔了比重呢45.7%。我一般哦。差不多一半的太陽能電池根據經濟部安的資料，所以也來看以來，就第一個層面來講，看產品，將攝像機當然韓國影響最大。記得你印象當中，乜嘅 LG 啦、三星啊，啲台牌都會記得做嘅。太陽能相關的呢，都中國大陸同台灣，唔過呢，我哋第二層面的問題嘛，要注意的。我哋台灣青頭廠商啊，其實世界各國都有設廠，伊嘛其實大陸嘛生產太陽能的東西，電池也有，嘛有條嘛其他國家生產相關的攝像機也有，伊像安尼有個影響。所以整體來看呢，對我哋亞洲國家呢是比較不利的啦。呢一點吼，你想講？一開始，你談到佢因為政策，會話到講，相對買東西俾美國嘅人，當然係不利。我點到上位請教院長所講，呢一件事情吼，對美國自家來講，咁是好處天天，是因為是儲稅嘛。亦係講，其實對美國來講，也會有負面嘅影響。實際哦，伊主要嘅希望連生產安尼嘅東西嘅人啊，你乾脆都挨美國來投資設廠，好像 LG 三星啊，伊都打算來到美國去生產嘅，安尼都做得幫助美國的就業嘛。唔過呢，像也就生產像太陽能，安尼面板啊，或者是電池啊，伊真講啊。可按嗰個關稅，看那以前家廠商做的提供這些零組件嘛，這而家廠商呢冇辦法有效的提供一條零組件咯，對以前家嘛輸送。另外來講呢，以前家真講啊，用前家東西較貴咩？係啊，伊真講用較貴嘅東西來生產，一條太陽能相關的東西，當然對而家老百姓來講。冇好處啊！我買較貴啊，東西一定較貴嘛，所以就短期來講，就生產面沒有佔多大便宜啦。唔過呢，標廠來看，伊真講啊，能到美國來投資設廠，對美國的經濟呢，希望有幫助。伊希望係看到一點。唔過呢，另外一個觀點，安尼。對我嘛，我像中國大陸那可能我有一些動作出來，一邊來講啊，彼此間冇信任啊，貿易都開始有隔閡啊，也對大家都冇好處啊。
你也伫度吼，你看到记者甲较严重有点名多个国家，你一早就来看，尤其你先看中国大陆。都在美国对中国大陆吼，佢哋会做持有美为呢件事情，佢态度係嘛，硬要強較嚴重一下，因為像前部記者樣費用英講，中國大陸有持有經濟市場嘅 TV， 呢件事情對中國大陸嚟講，哇，打擊安泰，我加入 WTO 按多年咧，按辛苦打拼嘅，結果你一句話是講，哎呀，竟然還唔算係持有市場嘅經濟問題對嚟，聽你頭擺。按多年的美國總統哦，你看之前奧巴馬也好啦，他做的你看塞布希也好啦，吼，克林頓也好，其實民主黨、共和黨都講，都認同中國大陸加入 WTO 係對全世界係好事情。做乜嘅厲害？你看到川普政府厲害嘅動作，佢一上任是講，其實忙上面其實罵中國大陸講哦，佢哋操縱匯率，哦，佢哋不公平貿易，對你美國嘅貿易順差太大。從人對倆條線劃開始，川普以後，中國大陸點都變咗個哦，佢大不干預 WTO 沒好事情嘅，都係倆一連串嘅嚴重要蠻看。從1980年，就是在早之前到現在為止，大部分的國家佢家都支持自由貿易。好，都講因為佢自由貿易呢，做的凸顯比較利益。如果我生產物較有利益，我來生產；按生產物較有利益，唔來生產。按我哋大家的貿易兩方呢，較好。所以較暫慢相信按呢自由貿易嘅理論啦，哈。所以講啊，川普之前的大部分的領導者都支持這種觀點。唔過呢？川普呢也10年，伊看到講10年因都含啊了解自由貿易促進，因為伊做房地產業就主要是在內需產業方面，伊動線呢主要是美國中西部很多比較如果你國內的比較傳統產業的支持，也條產業呢受自由貿易的這個衝擊是蠻大的，因為自由貿易講有競爭力的產品咯，而且國際上咯，我做的較大市場，表現較好。不過我真競爭較弱的產業，受到影響是蠻大的。好，這個失業啦，還有一些產業發展會一直衰退下去。假如競爭的壓力，這避免不了。川普不過以選民的支持，以及加上你出外按多錢的國家，包括中國大陸啊、日本啦、這個墨西哥啦、加拿大啦、德國一條國家，你呢剛出按多錢，至少表示意思。尤其看中國大陸呢，依然有補貼啦。真講啊，政府的企業以前哦，天也好啦，水也好啦，或政府就出很多維護成本啦，甚至有些成本政府會出來，按你做該算班貴引擎也袂啦。嘿，一路伊感覺都按你很不公平啦。我廠商係企業市場方，大家努力競爭，按你係用借由補貼方式，按你係不公平的。齊頭不平等。嘿，所以有以下件事情你講長期跟人家賺，你看啦，美國啦，去年來講。它可能貿易赤字估計會到8000億左右。美金嘛？美金赤字中國大陸都乘以3000人。這樣係一般。按多年呢，都存按多錢當然就川普來看，按你不正當的競爭方法，應該會有所這個制止，所以。有很多理由，不過亞中政策真講執行下去，要很小心。因為呢，中國大陸嘛囤買很多東西囤美國買很多東西因為13-14億人口以很多農產品一條個對中連美國進口的，所以呢，萬一兩邊真講有一些不對，都按你不對盤的話，也好都。
会变成国际上贸易的衰退，也对全世界感冒。刚也是进一步的强调严重。迄咩2摆川普总统2就通过算係開咧美伊戰的第一槍，有可能引起殺害，因為哪一方面，除了買東西以外，你睇中國還係有美國國債最多的國家呢。迄咩其實中國唔是佢有幾多的反制的武器。實際啊，反自由貿易協議哈，一樣聲浪啊，在國際間呢，都經常出現啦。從去年的來講，你看年初以來，哈，英國脫歐啦，哈，還有那歐元那個韓國跟歐元區的談判哦，特別辛苦。好，還有就川普啦，哈，還有後續的歐洲的陸續的選舉啊，選舉底都有一部分人都講緊反自由貿易，好冇安尼，好吞壓掉國家自由貿易對俺哋冇乜嘅好處。一種聲浪呢，在國際上一直都浮現。不過之前迄兩個國家，你也係全世界最大經濟體。被那講美國佔全世界1/4比重嘅國家咯，尤其係川普，伊都開始帶頭來扶咧。帶頭來扶頭，安尼當然對各國來講就震撼力很大了哈，因為伊不只是這個。它還有後面幾個法案都還在推動中啊，鐵旅啊那些相關的。該是等於講嘅原物料是大衰是。伊安尼一步一步來，所以真來講，他假如在觀察啦，哈，當然觀察講，美國動作後續的是不是真的如期在推動？另外呢，其他國家的反應，包括中國大陸，好，中國大陸呢，尤其以這麼大的消費市場。頭當提到都講，中國大陸有乜嘅籌碼推？係啊，對，實際剛剛提過，中國大陸同美國進口很多原物料。係啊，農產品唔買，我真講啊，我唔會買，哦，看着辦。從中國去年，中國大陸對美國的這個牛肉這些就讓步啦。雖然說有瘦肉精一點問題啊，哈，中國態度就讓步誒，你講好唔怕，我都送川普一個禮物用，啊真有開始誒，加一路誒開始思考啊，後面有條產品啊，對我不利，我是不是也跟你來不對，也不客氣，安尼哦，都他假如冇好處啊，係啊，係。我看到嚴總對於中國大陸嘅解釋方案，相信你進一步再了解原來後續你有啲確實要行下受理嘅。哪一隻反制嘅武器，看到係韓國用嘅，佢哋講佢哋向 WTO 來申訴，向世貿組織來表態講，美國用係貿易壁壘，係咪申訴咁成功嘅機會高唔高？啊，申訴殺下來有可能要慢發展。美國呢係全世界影響力最大嘅國家。不論經濟啊、政治都通用。我舉個例子 ，TPP 係以主導講我成立 TPP， 結果講退出也是。唔夠誒。NAFTA 北美貿易組，以前要跟伊重新談判，講好嘅東西呢，要重新來跟伊談判。一講到司法站嘛，冇道理嘅事情。唔過咯，以太啊，啊伊啊需求市場青苔有3億多人口，它的需求力又這麼強。大家也不得不低頭。好，先經韓國要同 WTO 來反映，講也不對等的，哈，這個是不公平的。WTO 呢，本來都沒很嚴謹的組織，吵吵鬧鬧，一個杜哈談判哈，談了 N 年，冇有結果，冇乜個結果。哈，雖然說也今年嘛有陸續部分法案啊有不予通過，不過呢整體呢比較全面性呢進展很慢。所以即使說 WTO 裡面有部分國家講啊認同韓國，我認為處理美國咯。馬上來處理。美國講，我本來都唔會想參加一種
多边的多国的这个贸易组织，哎，如果对一个一个谈啊，已经川普都讲啊，对，伊讲因为俺是从台嘛，所以别人你如他讲就是有争议，不过得到一个很清楚的结果不容易。你亚洲而家上半场就簡單的結論，就算係向 WTO 的申訴，其實大家哪件冇批條？也批條不多。批條不多吼。你今次來沿着上半場來討論吼，下半場你結論一下，哪一個主題啦？你和那台關係是，你看到對公年以前所以立法院宣布大家一個風暴是減稅，對不對？減稅係咩？對個邊經濟效果好唔好？結論一下講過以後，你係怎麼？大家過去擺轉到討論嘅現場，兩禮拜邊經濟加看得每種嘅苗之戰，下部你看到係，嗱你自己很難有關嘅立法戰對求啦公年之前，算係送全面台風暴推出咧所得稅法修正草案，你也係講你一年存嘅錢滿到40.8萬嘅，多數隻是50繳稅。講到減稅，我係先請個嚴重，禮拜減稅後，差唔多有500萬戶。做享受到，所以我家講，一年存40.8萬以下都，問題是唔是繳稅？普遍上來講，都係乜個條件、乜個狀況時節，國家會來減稅。一般來講啊，你經濟表現唔好，我哋看到經濟又慢慢又會下來，我都希望咯減稅，來增加老百姓消費能力，減輕他的負擔。另外一方面呢，下擺係對營利事業所得稅，像川普也擺嘛係營利事業所得，講了希望促進投資，消費投資上來呢，經濟當然都開始會復甦啊，都開始會比較正面發展啊。禮拜減稅後，計算啊，你國家損失差唔多198億。我減稅報出來看，算係太減稅目啊！我看蔡亞東有提出來講件事情講，希望禮拜後減稅呢條件通過以後，真正做一本你關於大稅制度變得較公平。此外，我想強調，你下付呢大稅制度有那條係本人會批評講唔公平嘅地方。第二是講，減稅其實希望講對你財政呢。也有很多嘅狀況下做得來，刺激經濟，減稅還有那條刺激經濟嘅方式，你兩個問題比較嚴重。減稅我他幹嘛加分養啦，因為係啊，買一分養你要，他加交稅較少咩代價係乜嘅咯？都政府嘅財政問題都頭多主持人講嘅。我一般人伊都唔見係咧，係啊，好，俺哋呢國債也不低啊，這種長期嘅問題，我認為解決，也都希望政府可有很審慎嘅計劃。也拜講一般人伊咯，公司財額度不大啦，唔算多，冇算多，你看比起美國咧，同亞青菜都比重來講，這是。少很多，按你經稅制上來講咯，大致呢還算穩健，不過有幾個地方咯，可能值得俺哋注意嘅哈。首先呢，俺哋呢稅基哈，就中長期來看的話哈，最有可能性增加稅源的，如係俺哋價值營業稅，僅5%咯。大概是全世界哈，清代，冇人貴。俺哋唔錢有錢，嘛搞5%，俺冇錢人俺搞5%，公司才嘛冇嘛對啊哈。當然，有啲人講啊，按提高嘅有錢人搞較多，冇錢人嘛搞較多。係啊，不過政府有多嘅錢，伊都做得來移轉支付補貼俺冇錢人。
哦，用政府较加安尼安排，政府无嘛个收入，我拿嘛个钱来资源低所得的人，消费福利是做唔来，做唔出来。所以呢，还是感觉到，当景气慢慢稳健下来的时候，应该会好好考虑在中长期的这个税源部分来讲，加值营业税是非常重要一个考量。部分俺那税的结构呢，的确是不太，就是还有改进的空间。大方讲有那点，例如像俺呢他家最关心的，投资股市啦，鼓励所得，买股票，股息股利啦，不过俺有没存钱哦，你看一出钱出去，俺都损俺所得的，变得台湾自然人，他不愿意长期持有，俺长期持有俺不扣税啊，所以大家呢，反而现在呢，变相炒短线，你看境内自然人呢，长期持有的比例呢是很低的，也唔对嘅，应该鼓励他个长期持有，咁样很多投资嘛，唔好讲他个短期很烦心，长期就股票总是有涨有跌，所以像亚种真给要设计一个机制，另外呢，俺们对外国人、本国人对待又不一样，应该设计一个机制，讲真鼓励俺本国人的投资，尤其好的公司，俺用哪个方法？包括我的养老金方面，我是可以自由的投入某些 ETF 或怎么样。像这个在国外都推动有段时间了，俺们应该前瞻性的来看，所以俺们真正的问题呢，是税制结构的问题。好，而且呢，整个来讲，因为税公司差呢，顾到轻度层面的问题，没常。俺头都讲安尼，税源啊税的，还顾及公平性，还有社会的冲击面。的确，因为产业朋友也会说，哎呦，价值营业税提高，俺都进入精准轻唔好的。我讲俺提高俺没开动俺，不过呢，沙菲路安呢，真清小讲有的政策都能够大家都很好的，就是你从头减税真清欢喜，按估明后天的。财政赤字谁去顾呢？所以一听到对中长期，尤其是税制的中长期的纪律跟稳健性呢，轻重有。一听到不是讲唔好讲啊，我今年上到马个我来做马个，明年上到马个我来做马个，缺乏一个长远规划，也就对国家长期的发展呢很不利。税制是不能随便改的。税制一个制度、一个资源分配很重要的一个机制。不正干长期，俺用的编的方法，俺用的改的调整的方法，屯都把相讲清楚，俺都逐步去执行。亚种税制改革对经济最有利。较严重讲到税制而从事迄长期，那一件事情也系老长时间的经营有关系，因为。来严重，行政严重是讲了摆税改后，你希望做的发落资本市场，促进产业的升级，然后转型。到底你的资本市场底下面临乜个问题？你的产业哪点会升级？用办法升级？实际俺们的产业公司才华，在国际的竞争力是不错的。你的体质深厚，俺们要自己肯定自己。有信心。不过呢，俺们的环境对投资呢不是很友善。台湾对投资冇友善。你看，外资的投资不断在下降。佢哋进来买股票听啊。一路买投资股票，某一类直接外人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俺们因为呢，俺们长期当然今年政府很努力在改善这个五缺的问题，还有人才的问题。就是俺们人才方面，俺感觉最重要入人才。因为呢，其他俺有钱，俺做的改善，人才需要时间，需要环境去培养。俺们知道
讲我爱鼓励人才，不过呢，你看几方面来看，学校的教育同社会的接轨还是有落差。我差不多。经学校的科系的安排，部分学校是有调整，但是同社会今年前瞻性的，我未来5年、10年、20年，哪个是重要？我现在怎么样培养这个？这个还是很弱。我有什么科目就教什么科目，老师懂什么就教什么。今按照培养的人才呢，跟社会会比较不是那么密合。听你呢，按你讲，很多在学术界的朋友很优秀。不过呢，也能 know how 同社会或者未来前瞻性的发展的磨合度是怎么样？按你并不太鼓励说。要有学术界或研究部门真正出来冲压，从美国，我以前是不太好，我呢有咧叫 marketing 的，如行销啦，我们反正行销系哈，伊规个世界伊咧公司用的，哦，伊拢我老板也着告诉些老板成立一个公司，啊，如抢也着研究生做，伊学术做得很好。企业做很好，所以呢，很多要很弹性。我按多年前，比如说按说30年，唔通博士是几久诶？1980。啊，你要台湾还无谈到讲好搞按摸诶。嘿，按呢路就是我们对很多观点上不够这个务实，甚至有些有一点象牙塔。这样子的话，对沙菲的。